無論係社區服務、長者關懷、慈善公益活動，還是節慶活動嘅籌辦，都離唔開每一位義工。佢哋用行動演繹咗關愛社區、守望相助嘅精神。而家請以最熱烈嘅掌聲獻俾我哋所有嘅義工。喺典禮開始之前，我哋先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儀式。首先，請等我介紹一下今日出席嘅典禮嘉賓，包括有北角居民協會主席李妮女士、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吳秋北議員 SESJP、中聯辦港島工作部綜合處處長任海天先生、立法會議員藍少魯議員 SESJP、立法會議員梁希議員、東區環境衛生署總監朱瑞燕女士、東區及灣仔區助理福利專員侯雪芬女士、東區民政事務處銅鑼灣聯絡組主管梁寶琪女士、東區區議員丁公浩 MH、東區區議員周志仁議員、東區區議員郭浩景議員、東區分區委員會北角西分區主席黃偉全先生、東區防火委員會主席羅達成先生、東區分區委員會北角東分區副主席蔡雪良女士、北角居民協會常務副會長洪小班先生、北角居民協會名譽會長鄭青青女士、北角居民協會名譽會長蔡奕巨先生。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喺呢個咁值得紀念嘅時刻呢，我哋有請今日嘅主禮嘉賓同我哋咁多位嘅義工朋友同埋街坊影一張大合照。唔該，攝影師。